4月份受到月中復活節長假期大批港人外遊所影響，咁樓市嘅氣氛或多或少都有啲拖累嘅。新盤嘅銷情未算係好熾熱，但係二手依然維持到熱度，撐起樓市一片天。根據土地註冊處最新嘅統計數字，4月份嘅各類樓宇買賣合約登記大約有7229宗，按月升大約1成左右。咁但係增長嘅速度就較上個月嘅同期明顯有所放緩啦。從4月份嘅股價表現分析嚟睇，綜合物業估價量係按月跌大約2成，亦都較上年同期下跌超過2成。主要都受到長假期分散咗市場焦點所拖累。咁當中買賣成交嘅股價量就按月下跌27.5%。咁主要嘅跌幅都源於新盤嘅成交股價減少所引致。而到價比率按月止跌回升2.8%，終於結束咗5連跌。之前嘅一輪新盤上會股價不足嘅拖累暫時已經成為過去啦。現階段嘅到價比率暫時回穩。雖然上個月土地註冊處買賣登記依然錄得增長，咁但喺關稅衝擊經濟底下，交投已經有所放緩。但係危中有機，近期陸續出現一啲資金湧港，對樓市嚟講未嘗唔係一件好事。尤其租賃活動依然異常暢旺，對於投資客買樓收租依然具有一定嘅吸引力。